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到宜兰。这座风台除了动员节要伫等一个5点关园之外，工作人员嘛赶紧把水门给关起来。详细状况要请记者丽婷给咱报道。丽婷，请讲。 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宜兰市下起了间歇性的降雨。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穿着蓝色雨衣、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，是用怪手小心翼翼地将水闸门关闭起来，就是担心如果雨下太大的话，会让河水灌进来。施工期间还不断有强风吹拂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带您看一段现场画面。 杜苏芮台风影响，除了是迅速关闭水闸门，在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的童玩节，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是赶紧将椅子叠起来，将园区全面的净空，就是为了确保旅客安全，所以决定提前在今天下午5点是预警性的闭园。至于明天是否会开园营运，还会视天候状况再做决定。也提醒在宜兰的民众尽量是不要外出。以上最新资讯还给棚内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